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5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看的白话音是安怎来的。用1300年前的唐韵，敢有影有法度测出来3000几年前的白话音？换一句话来讲，敢若靠运测，敢就有法度找出来上古的白话音？小张认为，咱一定要来研究古早字的字体，了解造字的原理，配合文献甲运测，这个办法才是正办的好办法。前几天啊，陈博士发表一支新的影片，标题写作安尼：周朝时期的漳泉腔调。伊要安怎转是因兜的代志，我无意见。但是伫这支影片内底，伊用中古运测要来找上古音，这个办法我真有意见。今日要来讲互清楚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讲这个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看，嘛会使读作看。伫白话音这个部分，陈博士共款用唐韵内底测音，可寒测，伊就讲这字寒爱用白话音，所以可寒测，可寒看，看是第5条哦。伊安尼讲，恁拢无意见。伊是安怎敢安尼黑白乱讲？就是因为伊知影你袂去查字典，伊罔讲，你就罔听，你就罔信，你嘛袂去想，所以伊就安尼黑白乱讲。但是小张伫即个所在爱甲你提醒，看甲看差真济呢。这毋是干那有差尔，这是号做阿婆放尿大差呢。今年是2024年，唐韵是公元729年的运测，离即马差不多1300年。这个1300年的中间，真侪字拢找袂到啊，真侪音嘛拢测袂出来啊。但博士今日用唐韵要去找西周时期的音。西周是公元前1100年，离唐韵差不多是1800年的时间。无大紧，这个西周讲的是文音，咱若要找白话音，就要搁较早，伫商朝的时阵，用唐韵来找这个音敢妥当。各位，你一定要想看卖，这个步数敢有影有效？要来找古早音，敢无搁较好的办法？咱若想要知影字的古早音，会使来研究字的古早字体。这个字就是说文的小团体，一只手伫顶悬，目睭伫下骹。伫大团体内底嘛是共款，手在上，目在下。咱来看说文解字，看虚啊，将手下目，无需要搁解说啊。这字虚就是望的意思。咱即马就来解说，为虾米这个字的古早音会使读作看？伫康熙字典内底，毋是干那有唐韵尔，嘛有其他的运测的记录。这个字确实会使读作看。伫古文内底嘛写甲真清楚，上平声就是读作看。伫康熙字典内底，共款是这个运测有记录另外一个声调，就是气这个声调。这就是台语的第3调，西、好、霸，甲霸的声调共调，所以这个字嘛会使读作看。一般来讲，伫运测内底，不管是前测也好，后测也罢，拢用较简单的字，目的就是要互教育程度较低的人，像小张这般的，嘛知影字安怎读，音安怎测。但是伫唐韵、集韵、运会，甚至伫古韵内底，拢用同一个字来咧做后测，就是这个字中日中间。敢有人知影这个字安怎读？我相信答案应该是毋知。小张嘛毋知，我嘛毋捌学过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
是安怎无代无志，用一字大家拢袂晓诶字来咧做后册，即内底一定有文章，咱继续甲学落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讲即字晚也。即字晚，咱以前捌讲过，嘛会使读作慢。将日干声，即个字就读作干，第三条。咱翻头转来看即字慢，伫说文解字内底诶解说，木也。即字木诶甲骨文就写作安尼，日头画伫中，顶悬两枝草仔，下骹嘛两枝草仔。甲骨文画作安尼，主要就是伫形容日头沉西。日头若沉到一个程度，就会去互草木甲炸掉咧。即个时阵，若较有学问诶人，就会讲一句话：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讲即字后册，后册会写即字干诶原因，就是因为即个字有炸光诶意思。将干诶字有真侪字，拢有一个共同诶特色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即两字相通，文音读作干，白话音读作干。即个字将日干声，文音读作汉，白话音读作汉。即个字将肉干声，文音读作干，白话音读作干。其实即类诶字，课文老师已经甲整理出来啊，叫做单山韵。中间佫符合单山韵即个规则诶字，敢干啊即几字？无啦，也真侪字咧啦。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即本字典内底，为红顺诶即几字拢是。其中咱来看重点，咱来看即字寒。陈朴师讲诶，当韵苦寒切，切出来就是苦寒寒，读作第五条。但是伊叫咱就爱读第三条，五甲三伊分袂清楚啦，安尼是毋是真无道理？咱拄则讲遮侪字，拢是单山韵诶字，目的就是要来讲即个字。即个字有炸光诶意思。咱搁来看一遍，说文解字内底讲将日干声，讲文内底讲即个字诶声调爱读作气诶声调，高按切，高按干，这是文音。白话音就爱读作干。咱翻头转来讲古早字诶字体，假设小张徛伫即个所在。小张要看诶目标伫即个方位，日头伫顶悬，因为日头光影影，我诶目睭爬袂金，即个时阵就甲手举起来，放伫目睭诶顶悬，目的就是要炸日头诶光线，安尼才看会清楚。大团体画甲真清楚，说文解字嘛讲甲真详细，将手下目。出手诶原因，就是要用手来看目。即个字白话音读作看，看诶目的就是要炸光，炸光就爱用叨一字？咱拄则嘛讲甲真详细啊，就爱用即个字。即个字诶文音读作干，白话音读作干。伫甲骨文内底，咱经两字上要紧诶意思。用白话音来切音，所以即个字并看、看、切、看、看、看，读作第三条，看诶音就是安尼来诶。切完白话音来切文音，咱即摆拄着一个问题，即个字诶白话音读作看无问题，但是伫文音内底，即个字爱读作解。那安尼声母就走争议啊！中国运册就去找另外一字完全无关系诶字来做政策。即个字大家拢知，读作苦。苦
干、看，所以即个字的文音就是安尼来的。咱即马知影文音安怎切，嘛知影白话音安怎切。好理加在，我有去研究即个字，咱爱知影写文册是要传承文化，毋是要摕来领地人的。所以咱若看到即款的字，大家拢无熟悉的字，一定有文章，咱就爱甲学落，学落到底，就会水路照出。今日即集讲甲落长，就是要来证明一件代志。中国文册用无关系的两个字来做前册甲后册，切出来的音真有可能是中国的文音，但是无可能切出来上古音，就是咱伫讲的白话音。咱若要找白话音，咱就爱来了解字的造字原理，配合文献甲文册，这个办法才是正办的。其实今日小张用的步数是戆人伫用的步数。安怎讲？因为课文老师人正讲的专家，早就已经整理出来单线韵的规则。亲像即个字，看是文音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看。即个字，文音读作摊，白话音就读作摊。即个字，文音读作按，白话音就读作换。用即个规则，咱就会使找出来字会正讲的读音，无需要像即个人乌白乱切、乌白乱讲，表示伊对台语一点仔都无了解。即马可能有人会甲我问：小张，即字按读作换，敢有影？敢抑阁有别个证据？当然嘛有，字典内底就是安尼记录的。若无影的代志，小张绝对毋敢乌白乱讲。咱即马来看咱的好朋友 Brian 先生安怎讲。即段话写甲真有意思，嘛真有道理。小张捡重点来讲就好。伊讲有一位博士声称，伊发现空气字典的秘密，切音安怎切拄安怎切，就有法度切出来福建、东岸的民俗读音。其他的内容嘛真精彩，各位若有闲的时阵，则豆豆仔看。咱来看重点，即个字文音读作按，白话音就读作换，敢有证据？当然嘛有，字典内底就是安尼写的。换读久来，年久月深，煞怎啊走精呢？变成换，嘛真有道理啊，是毋是安尼 ？Brian 先生是读册人，人较有风度，较有礼貌，讲话较客气。伊讲毋免乌白切，若是小张的开口就较粗啊。小张会讲毋免乌白乱切。今日讲的拢有证据，无要紧，阁有理论。找字找音，无需要找甲遮麻烦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用1300年前的动物切袂出来3000几年前的白话音，若强强啊要切，就是像陈博士安尼，切出来是第5条，伊就甲你讲爱读第3条。第二，咱应该爱来研究古早字的字体，了解造字的原理，配合文献甲文册，这个办法才是正办的办法。第三，咱一定爱了解语言有语言的特色，像单线韵这款的转韵的规则，就是咱闽南语的特色。第四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这才是正港的做学问的态度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